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啥物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7549个本土病例，搁再增加2例 BA.5 本土个案。另外，陈时中就临指挥官交予王必胜，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北含花莲地区今日超过38度。气象局表示，拜五有机会出现热人以来上界悬的温度。国内旅游补助开始使用，所有民众买晚这饭店的确认补助系统关系，所爱等几点钟，另外30万分动主管家开始登记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7549个本土病例，死亡人数有48人，带病入境有454人，搁再增加2个 BA.5 的本土个案，拢是去接机的时阵来感染到的。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落任了后，是由王必胜来接，陈时中今仔日也去到现场进行交接。将防疫假交予王必胜向前工作甲责任的传承。前卫副部长陈时中伫疫情指挥中心做911天下任，18下晡2点记者会进前举行交接典礼。王必胜表示，现阶段防疫政府是稳健开放，不表示和民众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的大方向，我们的目标就是稳健的去开放，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恢复到这个完全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大方向，我们的目标。新冠本土疫情继续降温，18拜一增加17549例本土病例，重症症有86例，死亡是48例，双双创5月底以来新低。搁增加2例本土 BA.5个案，拢是50多岁男性，拢是到机场接送入境亲人染疫。经过检验之后，总共是有找出7个这个 BA.5 的个案哈。那这7个个案，我们先前有公布过，陆陆续续哈，所以总共是有6位是因为去接机的关系后感染到的，分别属于4个家庭。天津话以及定数部分顶礼拜成功查到44例 BA.4 BA.5病例，总共境外移入个案中有将近9成属于新变异株，显示国际疫情以 BA.5出现压倒性趋势。有个国内 BA.5大流行，会伫今年8月到9月。BA.4、BA.5，它在我们这里台湾它这个会在起一波流行的时间，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蛮难评估的了哈。那应该来讲，一般我们推想应该是在8、9月的时候。王必胜强调，指挥中心3大政府是继续监控国际新冠疫情，均同时检讨病境、检核隔离、催安等防疫措施，精尖性处理过年会前做疫苗加次世代疫苗问题。另外，边境开放目前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若是指挥官落任，连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伊的职务也正式来落任，到年底台北市长选战，伊的竞选总部已经选择了蔡英文总统2020年胜选的迄个竞选总部。讲到台北市长选战，根据着中时上届新的民调，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伊的支持度是24.2%，目前是赢过国民党的蒋万安加副市长黄珊珊。那访问到这敬老金的议题，陈时中强调对老大人的尊重，恐惊是做不到。若阵当选就会来发一敬老金，甲家己复婚也会捐出来。不过黄珊珊伫面册顶头回应，这个空嘴保质的话就先莫讲。请大家会试一票，这个新的任务势必使命必达。卫福部早起举行部长交接的典礼，陈时中上台致辞的头一句话就是拜票。年底的大选，台北市会呈现3脚步的情形。针对敬老金的议题，陈时中讲对老大人的尊重，敢若惊做了无够，若伤过计较就无意思。若是当选，唔来发敬老金，家己的迄份卖捐出来。针对这点，黄珊珊伫个人面册铺文反击。讲陈时中讲的话，伊是爱听雷，嘛千万唔通空嘴保质。唔过要选首都的首长，根据中国时报上新的民调，陈时中的支持度是24.2%，超过蒋万安的23.9%，也让黄珊珊是22.2%。我也不算是领先啦，这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所以基本上大家平常心来看。看到民调的数据，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讲，经过高本台要8年的执政，也有2届总统大选的洗牌，台北市选民的结果已经改变，袂当一直有哪个较赢力的迷思。联合民代认为讲，要讲弃保效应，起码要想到早。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弃跟保哦，
选民当然想要支持一个会当选的哈，西龟挖大饼的效应是一定会发生。这种长三角的这个形式如果组成之后，我认为弃保就算会发酵，也不会大规模啊。哪里个参选人就定位，但是中间礼拜才决定红提名，18到26个议员，还有参选人做伙协商。竞选总部嘛传出已经选定蔡总统2020年选赢的时阵，北平东路的旧住址。也若陈建仁敢会担任主委，但是中间人讲，到时才阁甲大家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新北市，即马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林佳龙话讲，拿出伊来当选就会公布恩恩事件所有资料。恩恩的老爸表示，任何人愿意协助来公布真相，拢是真感谢。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所有资料已经交予司法单位调查了。若讲到桃园选战的部分，国民党张善政甲民众党赖香玲，拢一直咧攻击林志坚的论文证据。林志坚也回应讲，这半乌的选举方式已经过时啊。新北选战主交文文案，民进党新北市参选人林佳龙在一讲，若当选将公布所有资料，包括录音档案。另外，立委认为林佳龙的发言并不是选举考虑，而是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文文爸强调，只要有人公布真相，拢感谢。我站出来，我都只是想要知道所有事情真相。任何人愿意用他的任何方式去协助，我都是非常的感谢。所有相关的资料很早之前就送交给司法单位来厘清。对于新北在市举办新冠肺炎亡者超度法会，无邀请文文爸引起议论。侯友宜也解释，一切拢按照林主山法会安排甲定数进行。我没有喝过这种越南咖啡，第一次。另外，桃园市选战，民进党林志坚新主编青叶之路，也过若被继续加着论文门争议。张善政爱林志坚针对疑点讲清楚，赖香玲是批评蔡总统甲苏前冲动的转移焦点，指出林志坚表示，抹黑攻击的选举方式已经过时啊。这种抹黑或者是攻击式的选举的方式其实过时了我相信桃园市民并不喜欢。林志坚都靠郑文灿的行政资源，我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没有自己开拓管道的能力呢？很多市民的心声都很清楚讲，论文是不是涉及抄袭等等，都在学术上还有政治人物诚信上都受到很大的质疑。张善政批评林志坚不应该靠地文产的行政资源拍选战，另外感谢会有新的选战拍法，增加家己的献功度。张善政表示，团队陆续扩充中，等组成的时阵会阁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点降影响，台北和花莲地区今日拢超过38度。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讲，这摆是过后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加上西北风的范围缩小，这热高湿的感觉会愈来愈明显，有机会出现这热人以来上界悬的温度。日头有够猛，台北盆地翕够热，下晡2点10分，台北市悬温38度，花莲县局部地区悬温也超过38度，其中福原道测甲38.4度的悬温。拜日开始，太平洋高压会影响台湾天气，翕热的感觉会阁继续。尤其是周五以后，22号之后，那在这段期间呢，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是整体来说都比较牺牲偏强的，所以整体在高压的笼罩之下，天气晴朗炎热。拜日开始，太平洋高压接近，风程转做偏南风。拜三悬温会小可降1度，中到雷阵雨的范围小可扩大。拜四开始，各地西北河、东河悬温有机会创下今年以来上悬纪录。过去3天已经有41人次因为这伤害就医，今年7月到即马已经有375人次。气象专家提醒，上热时间点还未到，唔通轻视连续悬温造成的伤害。未来这2礼拜，台北上悬的温度超过36度的机会真悬而且是连续差不多10天超过36度的机会真大。专家分析，7月以向是台湾一年上热的月份。台北观测站第12020年7月测到39.7度的悬温，是台北有记录以来上悬的温度，也是极端高温的指标。今麦暖化效应愈来愈明显，全球天气形态拢在转变，台湾悬温是不是破纪录，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观光局所推出的国内旅游补助是采取先去用先赢一款制度，而且这使用时间是对礼拜到拜四这段期间，昨昏17开始是使用的头一天，就民众去大饭店咯。不过，这个民众呢，伫咧 check in 的时阵，所发现讲，这中央的系统是一套，地方政府优待又阁是另外一套系统，干那要清一寡补助落来，需要爱等几点钟。这间位置汤圆的青吉饭店也是参加这摆国旅补助的业者刷互民众投诉。大日的时阵，除了观光局青衫的补助，也想要申请环保署增加的环保标准旅馆，各拄200，想要到也爱个另外下载 App， 跟那办大的手续都等1点钟。那原本客人原本没有使用，那其实我们现场的人员呢，都会教导客人，只要拿出手机下来这个环保集点的 APP， 然后只要很简单的可以点选，就可以领取。业者提醒，民众若要申请观光局大房补助，需要先上网上传证件。环保署的增加补助是爱使用另外 App 处理数号，民众会当伫大日期进前准备好。也阁有悠游国旅大数补助适用伫礼拜2到拜4。交通部表示，观察17礼拜日全台有2万外间订房入住，希望业者会当提出上好的品质，因为刷落来特别准备迎接国际旅客。虽然边境开放时程还未确定，因为交通部已经开始准备。交通部这边就是准备好，然后在指挥中心这边判定这个整个这个疫情是可以开放的时候，那我们就马上来实施各项的措施。不管是禁团令的解除哦，或者是说我们入境之后检疫的这个天数。我想这个都不是只有跟这个旅游相关，那这个跟整体疫情也有这个很大的关系。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已经针对处入境旅游规划2个解禁方案，第一是开放国外来台，然后咱国民众才出国；第二是公布开放。观光局初步希望是2个会当对等公布开放，不过也是要看指挥中心对疫情的评估来做最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去做运动，这体育署推出30万份1000块的动资健身券，18早起10点开放申请了后，所以因为一声伤侪人上班路要登记，所以拢卡掉的，一直到下晡，这网站才恢复正常。入去网站想要登记资料，过程煞是真棘，无法度正常运作。体育署推出30万份1000块的动资健身券，18早起10点开放登记，结果网站煞规个大塞车。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快70万人来登记，也造成我们整个频宽有点塞车。请中华电信这边也协助，现在将近90到100台的主机，呼吁民众7月18、19、23天，其实主动分流来做登记。体育署即届采取先登记才抽口啊，只要旧年9月份至10月份的期间，有伫进行5倍券的平台，有甲参加动资券的项目搞起来，就会当来登记。许多的会员都在询问。再来就是遇上了夏天、暑假，以及这一次的动资健身券已经加码到了1000块钱，相信会让更多的会员还有非会员兑换、登记、使用的意愿更高。即卖疫情转好，阁拄着休热，健身场馆的业者对即届发动资健身券是乐观其成，不少业者嘛积极推出促销的活动。不过实际去探问，有的关系去健身的民众，是感觉讲用1000块来抽奖，不一定会增加民众抽奖或者是健身的意愿。会运动的就是会来，不会的就不会，不会因为这1000块我就突然想运动了。因为平常没有那么常来，所以就是可能对我来说还好。这届推出的动资健身券，敢若有30万份，开放1天尔，登记的人都已经超过。22的抽奖，25的开放来领。不过，这届的动资健身券，敢若限制受到3大零影响的健身场馆，使用的期限敢若到8月31。提醒民众若是有得奖，都要特别注意使用的时间，若无细时去过期是真拍算。记者综合报道。正线直接来看事故的因端，但国内无薪假人数，劳动部7月初8有统计，已经降到18000多人。不过今日上届新的这数字，搁在增悬咯，超过2万人，比顶一回增加2674个人，公司也增加374间。根据着劳动部的分析，这数字会增悬的原因，可能是顶个月底还未完成通报业者伫即期完成通报。那整体来讲呢，各行各业实行无薪假的时间拢有改善。劳动部认为，这疫情改善甲休热旅游大过长咧到位，有机会让这个情形回到正常状况。
中建院有公布上届新国内经济成长预测是3.52%，降0.33个百分点。也认为讲，这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咧，要爱有4%的机会是无大，主要是受到疫情甲通货膨胀影响，民间较唔敢消费。不过，也有投资伫咧后壁强调咧，认为这外销的需求量也是真大，这个进出口贸易有望是会当稳定成长。今年的这个全年 CPI 低于这个3% 的这个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中研院预测，今年国内通膨压力犹原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恐惊维持伫3字头。因为国内房价继续压悬，会进一步推升储税，因为这成本也会带动物价起。这个房价高涨呢，有可能对 CPI 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会持续的反映出来。中研院公布，今年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预测值将达到3.16%，进一步影响今年经济成长率。目前官方甲各大智库公布，实质 GDP 预测，除了大经院4.1%，多数拢是4%以下。中研院公布预测数值上低3.52%，下修0.33个百分点。主要就是我们的消费比较疲软，这个投资进出口的贸易的这个部分呢稳定。十八大股早盘小气开出，盘中上悬目起142点，多空震动。中场收尾盘收伫14719点，起169点，成交量2253亿。其中宽达股、台积电股价早盘卖起到498.5块，起6块，七达换13条，也毋过中昼盘平乌，捌盘3.5块，股价起去如，也毋过尾盘急流，油乌变红，收伫495.5块，起3块。空方的趋势的确是已经有扭转，在短线上的话，震荡缓步向上垫高这样的动作。个案基金强调的台股基本面信心并足，证券分析师认为第一季有机会上攻15000大关。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房地合一税2点控施行已经满1年。根据6都地政局的资料，除了台北市的交易量有减少1成以外，其他县市要降落来好像持续真有限，无受到这房地合一税影响。学者认为讲，对交易量减少是无法度看出第一期投资敢有减少，也呼吁内政部要赶紧修法，禁止有卖厝搁再转卖，才会当压制查房。这间客厅看个舒适，光线佮通风拢真好。就连停车场嘛已经有留充电条的管线。这是台北台治一个新的建案，地上22楼，地下4楼，离捷运台铁站1号出口只要6分钟。虽然政府推出一波一波压差房的政策，不过接待中心为5月份成立到单，已经卖出5成。我们每周大概都有30-40组的一个来人，因为大直太久没有做推案的动作，所以说有相当多自用需求的客人会进来做了解。这样，房地合一税2.0实施满1年，除了厝价持续加悬以外，根据6都地政局的资料显示，甲实施的前1年来比，除了台北市交易量减1成较明显以外，高雄市敢若比前1年减46栋，要是依期伫43000栋，台南为25900栋。减做是25800栋，数量拢减无济，差不多拢无因为加扣税受到影响。南部的话，像台积电的议题、科学园区的议题，再加上它的房价相对于中部、北部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低，因此它还是能够吸一些投资置产的买盘。在执行防疫合一税的背后，有没有真正的去落实？有没有去真的检查？还是有很多后门条款被逃跑了？学者认为讲，压差房要有真侪政策同时配合。房地合一敢若是针对第一期投资这块，高位交易数量减少，无法度看出第一期投资敢受减少，所以内政部边境地权条例修法禁止预售厝转卖，应该赶紧通过，才是真正压差房达到效果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德州众议院委员会针对今年5月小学刺杀案发布调查报告，认为警长无掌握现场情况，也无做出指挥，就无法度做出正确的决策。要到400名的执法人员伫咧枪案现场，煞唔知要安怎做，整体体制出问题，才来造成悲剧。
若讲采取更较坚决的行动，是会当拯救性命的。也毋过，迄点包括边境卫队、州警、市警、地方治安部门、甲中央部队，拢总372名成员。去到现场的时阵，却因为伤过害的决策失误，其中包括警员得到的错误资讯，甲警方参请求对立的时阵欠冷静态度，使之情势真混乱，将机会造成悲剧。If we need a simple phrase to describe what the report says, again, I would tell you multiple systemic failures. 潮州众议院委员会发表罗布小学枪击案调查报告，认为为第一批警员到现场，一直到凶手死亡，经过73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互人无法度忍受。报告指出，迄天3个出入口无锁，内部也有真侪门拢无锁，这个门关起来，看起来亲像真安全。凶手煞会当真简单就入去，其实是非常危险。That day, several officers in the hallway or in that building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dying in that classroom. And they should have done more, acted with urgency, tried the door handles, tried to go in through the windows, tried to distract him. There were many officers at that scene who were either denied access to the building, were told misinformation. 这份我调查也报告，真侪批评拢指向乌华德学区警长无情停止等待调查结果的阿雷东多，因为伊无掌握现场情况甲所有的必要资讯，佫无机会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无其他人甲伊参详情势，也是提出建议。当一名轻装备警员到现场，却毋知影要安怎作为，会当显示规个执法系统的应对是害了了的。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英国首相候选日礼拜进行第2回合辩论，经过保守党国会议员各个回合的投票甲淘汰了后，只剩5位参选者竞争。这个减税议题变成政坛上界关心的。这个拜三会出2位候选人，由保守党全体党员投票选出新的党魁，这个新党魁也就是未来新首相。英国首相强生宣布请辞了后，什么人来替手？保守党党内竞争是真激烈，目前经过国会议员投票淘汰，竞争者已经为11个剩5个，其中支持度上界悬的，正财务大臣苏纳克，在第2轮的辩论当中，加做大家攻击的目标。争论的焦点就伫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敢是来减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Rishi, you have raised taxes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70 years. That is not going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I'd love to stand here and say, look, I'll cut this tax, that tax, and another tax, and it will all be okay. But you know what? It won't. 苏纳克反击，特拉斯主张透过借贷来替减税提供资金，帮助人民缓解生活成本的危机，表示这并无符合保守派理念，是社会主义的作风。也有另外一个主张有限度的减税，而且讲伊是唯一一个会当伫后一届大选选赢工党的领袖史塔姆的国际贸易副大臣莫丹特。And it seems that we're removed from the real problems that they are facing. They need some immediate action now. I don't understand why Rishi doesn't accept that. 另外，莫丹特嘛，甲另外一个女性的参选人，迄就是前边顶事务大臣巴登诺克，针对下性别的议题展开辩论。虽然5个竞争者伫经济甲外交等等的议题立场是无共款，不过去问到这条的时阵，大家意见拢共款，无人举手。If he wished to serve, who here would be happy to have Boris Johnson in their cabinet?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接住这几天，每一天会有一个候选人互淘汰，到拜三敢若剩2个候选人，上尾谁会出线，会交予保守党的党员投票决定。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咱来看，这法国的西南部出现41度的高温，和野火烧灭体，16000人爱去撤离避难。咱来讲到西班牙甲葡萄牙，也因为高温大火，伫短短几工仔内已经有上千人死亡了。英国气象局也头一届发布红色极端高温特报，表示18、19这2天，一寡所在有机会出现40度的高温。大火伫风势助长之下烧甲真猛，消防员伫地面努力拍火，空中有无人机甲直升机一直压水甲组建者。法国西南部一轮特性的2个野火，为12烧甲即马已经烧超过17000公顷的土地，包含游客甲居民在内16000多人被迫撤离。不过因为一直高温甲大暑，但即马火依然无停止的现象。Alors c'est un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compliqué en effet. On a une sécheresse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avec la quantité d'eau qui n'ont pas été assez importante du coup sur
sur l'hiver et sur le printemps. Un mois de mai particulièrement sec et on a aujourd'hui des températures qui sont particulièrement hautes et nous vivons aujourd'hui, vous le sentez tous. 南下部分地区这次气温增加41度，法国气象局预测10月气温可能会创新高。为空中画面看到乌烟一直向顶悬升，水上无人机为海上输海水向山火来野，包含米哈斯山脉顶西班牙各地有30多个野火在炭烧。在葡萄牙顶礼拜四高温增加47度，打破当地7月份纪录了后，虽然已经小可降温，但过拜至北部依然发生一场大火。在几天内，两国有上千人因为高温加野火死亡。No cabe duda que 40 grados aquí lo que está haciendo es dificultar que el fuego se apague. Pero claro, el cambio climático al final tiene que ver, pero en el mundo entero. 英国各地海沙堡拢是人咧耍水，因为天气实在太过热。10月或者是19，英格兰南部可能会超过40度，更新历史纪录。英国气象局专家捌伫2年前预测30年来气温，如果在气候变迁影响下，自2050年英国热天上悬的温度会到40度。想未到煞提早18年到位，当局已经发布红色警报，呼吁民众无必要唔通出门。公司新闻王亚峰报道。非洲苏丹这几年真侪人会去挖这个金仔矿，也有真侪人会去溪流找这金仔山。虽然用较传统的方式伫咧炼金仔，造成严重的污染甲后遗症。这炭坑附近就囡仔常常袂行路，甚至有婴仔一出世就是溪骹破伤。居民认为讲，这就是炼金仔的化学药品害到因囡仔的健康出问题。这么细汉，今年倒伫面床被震动，住伫苏丹北部尼罗州的阿瓦德阿里讲，伊查某囝2岁了后就袂当震动。السنة الثانية لقيناها أبد تقعد بنشيلها نحطها قدامي كده فوق قدام السرير بتقعد فوق يدي بتقعد شوية تقلت أبد تقف تاني والحياة لها يعني صحتها تامة ما في أي حاجة جسم معطل。阿瓦德阿里的囡仔毋是唯一一个出状况的，伊大个双仔头有22个婴仔一出世就失明，也就是脑部受损。国民认为这甲当地乌金仔有关系。苏丹因为经济状况无好，这几年大家开始咧乌金仔，全国差不多200万人咧乌金仔，希望因赶紧好起来。突发炼金的产量达到全国8成，不过产生化学污染，比如废弃的水银，所以对当地生态甲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科学已经证实，水银会损害神经、消化甲免疫系统，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水银的威胁提质甲诱因的发育，就算当地自2019年就禁止金矿业使用水银甲氰化物，不过执法商各无管理，乱象依然存在。الآن في مشكلة كبيرة جدا جدا مواجهة المواطنين في المنطقة دي وجود الكميات الضخمة آلاف الأطنان من هذه الكرتة أو الريزيديوز بتاعت التعدين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مزارع. 当地专家指出，今年尼罗州就差不多45万吨含有水银的采矿废物，即嘛无解决问题，会留几年以上。因为离村伤过成人，加上矿商甲政府关系密切，监管单位迟迟无作为，居民只好无奈忍受乌金仔带来恶梦。公视新闻徐婉玲报道。海军的国南国造工程这油门是吹真棒，原型南安算要提早到明年9月落水。有媒体报道讲，这军方会伫咧明年变后年的预算时阵，针对另外7只国造的畅水艦变3000亿的特别预算。不过海军强调，目前是还未定案，要等到这原型南完成进行检讨，才会讨论预算要安怎变。第一只国造舰舰将加紧进度，希望赶伫明年9月全舰风卡举行落水典礼。有媒体报道，军方明年将舰队后续第2只到第8只国造舰舰伫2024年度编列大约3000亿的特别预算。海军发出声明澄清，要等到第1只国造舰舰完成了后，才会看成效检讨设计，搁编列后续舰舰国造预算。有军事评论员肯定这款的做法，因为咱国无经验第一步先求有，了后才求好。因为前舰本身是国外不会卖，而我们势必须要得要自己做的这样一个项目，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求有，而且有之外也要能够有应有的这样一个性能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按部就班，这个稳扎稳打的，把一艘依照应有的程序把它造完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武器，相对来说才能够让人家放心。
另外，后续特别预算，若讲是3,000亿，金额大约是咱国今年国防预算3,726亿的8成。国家将头一只预算493.6亿，专案可能爱4,000亿。因过各界多处经费，经费虽然大，却会当互咱国占南自制能量未无够有，对骑兵战略有真大帮助。不是价格问题，是价值问题。首先就是这8艘潜舰是可以在发挥一个不对称作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把台湾的防御的范围扩大，特别是东岸的部分，可以阻绝就是中共的这个航舰战斗群或者是2栖登陆船团。苏指挥表示，江南国造唔但有关国内工业技术提升产业发展，也会当改善就业率甲国民素质。所以江南国造预算唔但对国防有帮助，也对国内民生经济有实质提升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规划是要做到屏东6地处，目前要进入到第2阶段的宽屏。交通部铁道局也拢有伫咧高雄、屏东办说明会，当地民代提出疑问，认为讲这高雄路线经过大数真不抢，会有安全疑虑。另外，屏东当地里长也反映讲，已经有人伫咧乱传，要来征收土地，希望农民赶紧卖掉，也引起众人议论。高铁延伸屏东6地处的方向要进入2阶宽屏，不过附近里长处发现，高铁还未起，已向不少中人散布土地征收谣言，有些农民卖地就去炒地皮。所以财团就过来哦，对遮迄阵一分地350万，超我1,500万，你爱赶紧卖，较俗卖的，啥物货你买到哪放？到那迄就是拢用安尼放一个风声，讲土地要征收啊，你这你唔会卖，这农民就惊。交通部铁道局顶礼拜伫高屏办2阶宽屏说明会，除了屏东出现土地炒作记录，高雄政府说明会引起大数政府厂企业工会等团体伫现场也布条抗议。安全最美丽。高铁到6地处的走行方案，会经过林武鸟晴天区了，最后伫屏东6地处全长17.5公里，按开688行。不过因为经过被列为风暴区的大数政府就花厂区，引起安全疑虑。它的路线如果发生了静电，或者说一些火花，又造成那个如果在气体上，它会产生一些气爆。所以说，它的这个安全之余是有很大的疑问呐。当地民大部分也拢反对，希望改其他路线，比如采用高雄方案，以3天铁道强轨经过高雄车站了后，过位红山接去屏东，争取高铁到屏东连绵是真贵，延伸到6地处对屏东交通需求甲发展无帮助，爱个评估。再次评估路线的可行性，推动高铁延伸屏东2.0版本。以过去交通部曾初步规划的高铁延伸高雄市区，再到屏东的路线等版本。高铁到屏东6地处定案3年外，即马到2阶宽屏，依然有反对声音甲疑虑。铁道局澄清，现阶段是环境影响评估，土地征收也未列入讨论范围，但相关流程走完，用地处理也有相关证书。对着发厂防暴甲相关安全议题，会用上严格态度面对，做宽屏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南投草屯的生技公司发生4个人死亡、1人受伤的枪杀案，目前这胜利嫌犯是受押禁见。死者的家属表示，已经过遐尼久咯，想袂到这个嫌犯佫记条条来报复。刑事警察局拄上任的这个局长李世豪表示，对即马开始会加强稽查非法的枪击，也会加强掠毒品。法师将这段白好事家属心情严肃。另外一边是有工作人员当咧清理枪击案发现场，南投草屯生技公司则是尾仔嘛遭到胜利的嫌犯加枪弄入，紧急离开枪，造成4个死1个伤。10个事发地点举办法会，希望亡者安息。家属对嫌犯技术为着8年前的往事影响真歹接受。我认识他也是高一人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啦。可能是因为他这3年失业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就走不出去。嫌犯行凶了后，走往台中，21点钟了后落网送回南投，报警后羁押禁见。检警侦讯过程中态度冷静，附近民众表示也捌看过胜利的嫌犯拍蜡。今次也有其他枪击，甲作案时阵使用的枪击，检警当咧进行比对，也有敢是有共犯还是主使者，警方扩大对查中。他提到他是捡来，但这个不能证实，我们认为相当可疑，必须再做后续的查证。
南投重大抢劫案件发生伫刑事警察局长交接之前，新任局长李世豪表示，将加强治安重点工作，肃清速度更加是执行重点。扫黑肃枪，缉毒打诈，亦是我们当前警察工作重点的核心。李世豪表示，自即日起到8月初1，执行全国公布肃清害专案行动，严查非法侵害甲持有者。年底选举就要到啊，也要求警察机关成立专案小组查获，同时防止选举暴力，无容忍治安受到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出事才40天的婴仔，这个月16日去互病院通报讲，可能是受人虐待。这婴仔到病院的时阵，头壳壳已经闭开，而且脑出血，目前正咧抢救。另外，伫婚礼也有一个3岁外的查甫囡仔，可能是去互老母甲老母的男朋友虐待，伊规身躯面啦、骹腿啦拢乌青，而且这骹腿还佫这昏头误伤的昏裂。目前这2个人拢已经去互收押起来。18下晡，社工搁一摆到查甫婴仔出来访视，因为一个出事40天的查甫婴仔，16到高雄中间被检查出头壳骨头进去大量内出血，加上尻川皮有乌青者骨伤，病情电波单纯通报社会局，经过验伤，社会局怀疑是重大虐待案件。自己翻身跌落了。因为孩子才刚出生，才满月40几天而已，是不太可能会去翻身的。社会局表示，查甫婴仔伤势严重，要来抢救。初步了解，主要照顾的人是爸母，毋过因解说查甫婴仔受伤原因的时阵，理由无符合一般的常理，涉嫌重大。查甫婴仔还佫2岁甲1岁兄哥暂时由阿公阿嬷照顾。调查期间，免互爸母甲伊的囡仔单独伫厝，因为爸母过去无家暴记录。检警会调查真相。伫婚姻要3岁查甫囡仔，疑似互妈妈甲查甫朋友虐待。他的受伤机转并不单纯，可能有这一个疏忽照顾，或者是这一个儿童虐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哈。涉犯、伤害以及妨害幼童发育等罪行重大，有串证及反复实施之余。囡仔5岁到7月初，对妈妈到婚姻甲查甫朋友共大车走等于屏东阿嬷的厝，被发现腿有被粉烫伤的痕迹，面甲骹手也有乌青，阿嬷赶紧通报。妈妈甲查甫朋友因为涉犯2小法定罪，也有串证嫌疑被收押。官府表示，囡仔经过治疗，健康状况真好，已经被安置。社会局也以2小法代替提起独立告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手机定定收到盗主的简讯，有影是足讨厌的啦，而且大部分拢是诈骗的消息。警方也要提醒民众，这 Android 用户会当拍开本数信息阻挡功能 ，iOS 用户除了会当过滤以外，上好是甲 iMessenger 关起来。NCC 也强调，已经要求电信业者要利用 AI 分析技术，把一寡搅扰的简讯全部查出来。要汇钱，这是要投资的啦。投资的，骗他要投资的啊，你还没有汇出去了哈？这是第一次。警方考劝这个民众唔通汇款。伫新北市树林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互骗去投资，伊欠的21万，差一点仔都无去。诈骗的手路真侪拢像安尼，投资的简讯一条一条安尼传过来，几个推销员用朋友的口气，讲有代志要找伊，哪也袂甲伊加来，甚至佮配合社会师、个案基金护盘，推荐伊在加来买股票。一天来收到这种简讯几啊条。民众的感受是真深。我觉得就是我都不投资，为什么一直扎我？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有钱赚的话，为什么也要给我们去赚？你自己赚很多就好了吧？最近好像每天吧，很烦啊，就会把它就是垃圾讯息这样子。这种的简讯大部分拢是港骗的，根据每一年的统计，也是有1000多人去用这种投资诈骗是骗甲圆势。若无想要收到这种无路用的简讯，警方建议讲，若用 Android 的用户会当甲主动本数信息的功能开开 ，iOS 的用户除了删除甲通报本数信息，而且甲无熟悉的人做提选的功能开开。另外，还有这一步，设定电子邮件信箱不接受 iMessage 的功能。诈骗的简讯收袂离，就立位伫人民册铺文，这个民众的个资已经互流出去，毋过是安怎流出去的，安怎互利用？要求中央甲 NCC 等等的单位做调查，以后网络安全甲个资的保护。他的这个简讯根本没有称呼这个用户的任何的个人资讯，它其实是乱枪打鸟，就是群花，真的没有各自的外流。
背回雇主流出去的讲法，为着阻挡感情诈骗 ，NCC 嘛强调讲，已经监督电信业者考虑社会责任，协助阻挡感情诈骗。这个刑事局嘛有预告，已经下部会成立抓诈骗的专责单位，毋但是叫民众爱尽量注意，嘛会主动来抓诈骗，阻挡这种骗人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阿里山因为这几天落雨，这山路是真歹行。在下晡有民众伫咧凤山村的水漾森林咧脚骨落掉，消防警官爱10点钟甲伊送落山载去病院。另外，17中昼伫咧蒲阳山的爬山步道，也有人出落去行煞来受伤。加在这2层以外，这伤者拢无要紧。不过上界重要就是这救援人员为咱伫咧辛苦操作。16下晡接到民众爬山受伤的消息。消防人员赶紧整理装备，要入去山内。经过1暝的时间，17早时虽然找到受伤的民众，但是天气歹，直升机无法度救援。消防人员只好把伤者挨落山。救灾人员以头戴搬运方式轮流被覆盖上万，历经约9个小时，约晚上8点半抵达仁庭登山口，后续又陆续9号送医。早前一部救人的阿里山消防分队也未落山。17中昼阿里山区的蒲龙山嘛传出有山友骨折受伤，本期由消防分队嘛连夜出发去救援。加在2边的救援拢真顺利，受伤的民众伤势拢无介严重。跌落约20公尺处之山谷，立即派遣奋起5级山河救出分队前往救援，现场以软式担架及斜坡拖拉方式成功救出。无到24点钟，阿里山的山区因为爬山连续发生事故，嘉义县消防局呼吁要爬山的民众，这阵啊山区的天气无好，一寡山路会较骨，民众爬山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吼，新明星闹热时，毋是定定有诶。毋过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即马买厝诶时阵，若准你边仔是庙，这庙是当作是企业诶设施哦。来看到高雄左营有一间庙，昨下晡呢，昨个礼拜下晡时阵举办绕境活动，却因为沿路甲你放真济炮啊，这炮虎是放甲规路，造成空气污染甲噪音。环保局接到检举了后，依照着违反空污法甲废氢法，加开罚单。路边放几排的炮啊，一放就亲像雷咧弹，毋但火烧甲真旺，烟嘛呛真悬。礼拜下晡，民众伫左营区拄着庙会示警，庙会人员沿路放炮啊，因为烟实在足大，附近徛家有人互惊着。我们还有以为我们会烧，就再来阮家给我看，阮先生有甲我讲，声音好恐怖，这大声啊个足长。因为有民众检举造成空气污染，环保局连夜派人来录影取缔。庙会顶头确实沿路放炮啊，舞甲蒙烟散雾。隔天来到现场，路边阁会当看到炮啊，甲路边变甲乌烧烧，规条路全是炮啊纸。环保局调查了，确定是左营一间宫庙新明示警活动造成，决定开单。在该路口燃放大量炮竹烟火，因产生路面污染、噪音以及大量粒状物的部分，本局将依违反废氢法第27条、噪音管制法第8条以及空污法第32条予以举发。原本是新明示警迎闹热，却造成空污甲噪音，环保局拢总罚款9960块。记者邓家文为做高雄报道。观众朋友，咱当甲庙吼想做是古早的文化中心，来看到这条新闻真是真趣味哦。即摆讲到这学校的教材是真多元，来看屏东枋寮的交德国小老师摕宫庙模型来做解说，互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到这个庙寺的建筑和在地信仰文化。上面会写什么村什么村。枋寮囡仔是宫庙是陈基文老师伫全国教具制作比赛摕到第1的作品，但老师也把这个宫庙模型提供给交德国小，互学生囡仔会当伫图书馆看到保安宫的建筑形体，配合着老师的分享，也增加在地文化色彩。枋寮地区必须要有自己的在地文化，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校本课程里面就是分成一个就是渔村文化，一个是宗庙文化部分。那宗庙文化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北市寮在地的我们保安宫下去做一个结合。那刚好启文老师他有做这样的一个教具，那直接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整个的一个保安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构造。
这个保安宫的模型有甲这保安宫的特色做出来，包含香炉安怎放、神桥的造型，甚至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送白鹤，也有一只白鹤的模型。看到生命钟跟虎爷，我觉得我最后最认识的就是我的家乡，更认识我的家乡。虽然这宫庙模型有运用伫乡土教育顶头，不过感觉可惜的是，老师和囡仔拢无用上接近宫庙的语言来做互动。这语言甲文化是无多本开的，希望甲乡土教育的完整度做好更加就址。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潮州的日本建筑历史文化园区，这老宿舍的墙围啊壁面，请人彩画在地历史故事，希望讲大家来到这个所在，除了看到日本时代建筑，也会当了解迄当时的历史文化。伫咧屏东潮州这栋日本宿舍壁顶有甲一块长度样的绘本壁，记录抗日三明、林小鸟事件头尾发展，擦丰富的色水、活跳人物动作，互民众会当伫园区内摸佚佗、摸参观，兼了解在地历史故事。一般我们游客在参观一个园区他要能很深入，其实都有点困难。那我们园区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导览志工，那当然导览志工他是要透过你团体的来服务你。那一般的游客来到园区，所以我们园区特别设置了这个叫绘本墙。对，也就是林少猫事件这个故事的绘本墙，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历史故事可以由我们从小孩子，然后都可以慢慢的去，其实很多是小孩子有兴趣，然后带着妈妈去讲这个故事。园区表示，规个绘本壁摆展方式，期待互囡仔对台湾历史的了解更加有兴趣，配合导览解说，唔会当做在地新一处的观光景点，嘛真有够有意义。我们包括旁边的这个绘本墙，就是把它记载成历史。那记载成历史的话，尤其是现在我们甚至都有安排我们比较年纪很小的小朋友，那过来这边看。那看完了之后，他就会对这个历史印象，会有一个植入的印象说啊，这之前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留下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透过绘本墙的这个方式，让小朋友很简单、浅显易懂的方式他就可以了解。未来除了这栋老宿舍壁面，公所嘛打算搁建几铺绘本故事，甲园区内其他布景相结做伙，叫做潮州日本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内历史现场美学再造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仁和川出产烤地油，最近有一个回乡的少年人伫地方推动产销班，经营烤地油的品牌，伊也用友善环境建筑方式配合生态导览，互外地人会当了解到信义乡的环境和产业。太过干净的话，下雨、日照都会把土壤表面上的养分流失，或者是把它破坏掉。那我们就是用草去养护土壤，去养护土地，这就是我们在管理进行友善这个目标。了解这块种烤地的土地是安怎利用大自然生态去维持伊的营养。南投信义乡仁和川的回乡青年陈克伟，当咧向游客导览因友善种植的方式，分享伊的经验和农业知识。部落在苦茶这个产业它已经慢慢整个都没落了。那产销班这几年也很辛苦的。在找方法，可以让外面的人去认识到部落族人怎么样去善待自己的土地。透过立管处与特色管理站的协助，仁和川推出烤地产业的生态导览，以改变永过种地惯势，改做用自然种植、友善环境的方式来种地，希望会当永续发展。这个土地跟动物都是友善的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在苦茶油的茶园里面拍摄到石虎还有其他小动物出没的痕迹。那我们透过直接带游客来到苦茶油的园区，来到部落里面做导览、做解说，让游客可以更深层的体验到这边的苦茶油生态跟苦茶油的文化。自然种植有成效，仁和川的农民也感觉真骄傲。唔拿通带动产业甲观光，也使互土地利用愈来愈久长。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香港的《苹果日报》路不过再出版咯。有一阵伫台湾的香港人，即马用无签名的方式，甲香港的《苹果日报》这26年来报纸全部收集起来，希望会当来怀念迄个失去自由的香港。
香港车路顶的声伫电场放送，这是香港人共同的记忆。一群伫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开3年的时间，收集香港《苹果日报》26年来的出版，伫台北的文化总会展出部分典藏，望大家透过《苹果日报》，会记得香港为以前的自由繁华到现主时的变化。在台湾会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在香港人没有办法做得到了，所以就有海外的港人能做的，我们就尽量去做。香港人还蛮害怕之后有一些历史会被忘记，然后香港的媒体自由现在也被打压，那希望大家也就是珍惜在这里的各种自由。香港《苹果日报》伫1995年推出创刊号，是香港第一份全彩色的报纸。到2001年6月24出版上尾一份报纸。策展团队伫现场展出侪社会运动口号的手板，象征香港《苹果日报》伫26年来伫香港各种议题一直徛伫民主自由的立场。在香港有很多的自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我们看到社会不同的层面，慢慢的受到不同的打压，或是有一些红线原来不能跨过，然后到最后现在香港的《苹果日报》已经落下。团队甲这个历史拢备份伫展览场。希望互伫台湾的香港人怀念，嘛互台湾人知影《苹果日报》对香港的意义。团队面对媒体是用无签名的方式接受采访，因表示，就算是伫咧台湾，也是惊吓以后会互清算，致使因做这款的选择。记者郭不长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4点咱再相会。